太鲁阁族传统射箭精英竞赛于2008年6月22日在本乡同门运动场盛大开赛。在明年，公所一定会积极来推动，就从部落开始。我也希望各位参赛选手尽心尽力，也能够打出一个漂亮的佳绩，好不好？活动当天，行政院东部办公室郭应应副执行长、花莲县议员许淑英、秀林乡长玫瑰、秀林乡民代表赖俊觉主席、邱慧英、蔡培活、陈美莲等代表及本乡各村村长及各部落会议主席共同参与盛会。本次竞赛项目共分为团体组与个人组2大项目。经过几轮竞赛之后，冠军出炉。国小团体组第1名为和平国小 B 队，社会团体组乡外第1名为62射箭队伍。社会团体组乡内第1名为德姆南队，教师团体组第1名为崇光阿布拉斯队，国中团体组第1名为秀林国中猎人队，个人男子组第1名为许光福，个人女子组第1名为林春妹，国中个人组为薛文豪，国小个人组为钟轩。本次赛事邀请花莲县各乡镇、部落及社区的参与，以增进多元族群间射箭交流，期许本次竞赛让太鲁阁族射箭文化向下扎根，进而深入文化的精髓，彰显射箭文化，使传统射箭技能蓬勃发展，且借此提倡全民正当休闲活动，与发掘优秀的射箭人才。